大家好，賣樓唔簡單，最緊要識揀。我係 Vincent。最近年尾呢段時間啦，有好多觀眾朋友聯絡我，就想揾一啲近關口成個屋苑裏邊嘅環境又唔錯，配套齊全，而價錢方面咧，相對嚟講性價比高少少嗰啲樓盤嚇。咁如果講到呢啲咁樣嘅要素咧，錦繡國際花城呢個盤咧，係基本上想買中山近關口一個樓盤嚟講咧，係必然要去對比嘅一個項目嚟嘅嚇。咁而呢個項目咧，喺過去幾年時間咧，亦都係相當之受到大家所關注嘅一個項目嚇。佢最突出嘅咧，就係佢成個一個戶居嘅環境啦，同埋佢嘅價錢嘅方面嚇。咁喺最近呢段時間啦，咁佢亦都有一啲相對細面積嘅單位咧推出嚇。咁過往喺89平方做到3房2廳2個廁所呢個積咧，係被譽為斷貨王嚟嘅嚇。咁最近咧就再加推咗啲新貨啊。咁所以今集咧，我想同大家去分享翻，如果你想買一啲細積低總價100萬以內一啲咁樣嘅單位咧，咁今次嘅節目咧就建議大家可以再留心睇一睇啦。好啦，今日同大家去講講佢現時賣緊啲咩貨嚇。咁呢一個咧就係佢哋一個細型嘅一個沙盤啊。咁咧見到咧中間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大嘅戶嚇。咁而呢一個戶咧係佢哋呢一個部分5期同埋4期之間嘅一個小部分啫嚇。咁喺我哋嘅鏡頭嘅右邊咧就係屬於佢4期4區嘅部分。咁過往有啲朋友想買一線湖景嘅話咧，好多時候啫就會睇佢哋4期4區大約講緊係7棟8棟呢啲咁嘅位置。咁但係咧成個4期4區全部已經賣晒㗎啦嚇。咁而家咧賣緊嘅咧就係講緊5期2區嘅4棟同埋6棟。咁呢兩座咧相對地會靠近呢一個湖嘅一個位置咁而最近嘅咧當然係4棟啦嚇。咁而再退後少少咧就係6棟啦咁6棟咧就正話所同大家介紹過嘅89平方做到3房2廳2廁而喺總價喺100萬樓下，相對嚟講性價比最出色嘅單位就係喺6棟嘅03戶型6棟嘅03戶型。咁03戶型咧佢係有啲優點同埋有一啲相對嚟講美中不足嘅地方，我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嘅。咁首先咧，佢6棟03戶型88平咧係6棟嚟講最細嘅一個面積單位嚇。咁喺佢呢一個方位咧，咁望出嚟咧，首先係會睇到內園嘅嚇。咁內園咧，佢個樓間距亦都係比較闊，佢會穿過前面嘅4棟同埋隔離嗰座單位，再望出嚟嚟到呢個位置咧，先至會有留意。咁前面咧最少咧起碼有50到60米嘅一個樓間距，所以基本上咧前邊嘅視野係相當之開闊。但係佢扣分嘅地方咧就係佢唔係一個一線嘅湖景咁如果佢假若個位置係處於4棟或者係喺佢個左前方嘅位置咧，咁佢個湖景咧將會係非常之靚嘅。但係咧佢就啱啱好就收埋咗喺相對靠後少少嘅位置，所以變咗咧呢一個03戶型咧就係未必係一個好靚嘅湖景，或者係睇到個方位咧唔算話一個特別開揚、特別出色嘅湖景可能望到少少位置嘅啫咁當然如果你想睇靚湖景咧，咁就可以睇睇4棟嘅03戶型嘅或者04戶型都有機會望到啲。咁03戶型咧就係佢目前嗰啲大單位嚟嘅4棟嘅03、04咧就係110平方嘅3房2廳2廁2個陽台咁呢一個咧總價就相對嚟講會高少少，約莫咧大約去到110萬左右110萬左右。而剛才講到嗰89平方咧總價就係喺90零萬你就可以買到嘅90零萬。咁咧就呢個3棟同埋4棟咧就大致上同大家去講到呢一度，我哋稍後咧出去俾大家再睇一睇佢個示範單位個整體個格局啦，會係點樣嘅各位觀眾朋友，我哋而家嚟到咧佢中央呢個300畝嘅大型人工湖嘅呢個湖邊呢度，咁亦都可以透過呢個機會咧，俾大家去了解下呢一個作為珠海、中山呢兩個城市當中最大嘅一個湖景社區，佢係點樣嘅咁而家呢個組團咧，基本上就係圍繞住呢一個大型嘅湖泊佢一個沿線咧去打造咁我哋見到所有嘅建築物啦，包括佢哋之前嘅一啲2期3期甚至呢邊個4期咧，其實咧都係沿住呢一個湖咧去打造嘅
咁啊成個社區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咁同埋佢啲園林綠化咧都已經係全部做好噶啦。咁大家可以透過鏡頭可以望一望咁啊，我哋呢一個園林嗰部分咧，佢做得係相當之唔錯嘅你入到嚟呢一個環境咧，第一個感覺係非常之清幽、安靜同埋舒適第二個咧就係佢個密度相對嚟講比較低。特別喺個湖居當中咧，呢個湖嘅一個周邊嘅環境咧，咁你望到一個樓宇嘅距離咧，係相對嚟講比較遠嘅。咁喺呢一個環境當中咧，其實你嗰個舒適度咧係比較高。咁如果係中意呢種環境嘅朋友咧，咁可以借呢個機會嚟感受一下呢一個環湖嘅一個步行徑同埋佢一個園林綠化所營造出嚟嗰個氛圍好啦，喺我哋嘅鏡頭嘅前方。就係剛才所講到嘅5期嘅一個6棟同埋4棟嘅一個樓宇嚟嘅。咁而家嘅建築工程咧係一個進行當中啦咁你見到其實咧最左邊嗰個4棟咧，其實工程進度咧係會快啲嘅咁最右邊嗰座咧，其實就係6棟啦。咁喺靠前少少，即係佢中間嘅位置咧，嗰個係6棟嘅左前方嗰棟建築物嚟嘅。咁而家咧從佢個建築嗰個進度嚟講咧，4棟咧其實已經係接近封頂嘅一個狀態咁而6棟咧亦都係快噶啦咁而家賣緊呢一座咧講緊係要去到2027年嘅年尾咧先至會收樓嘅咁係需要花少少時間去等待一下嘅咁而價錢嘅方面咧講緊就大約係賣到1萬蚊出頭咁喺新年前呢段時間咧都有啲活動進行當中嘅，係可以加9999蚊會送一個產權車位咁而價錢嘅方面咧都相對地好傾咁我稍後咧先同大家去參觀咗佢嗰個示範單位嘅間隔，因為都係我哋呢段時間咧先至係見到佢做咗出嚟，咁亦都趁呢個機會咧俾大家去見識一下佢而家89平方佢一個超高實用性嘅示範單位究竟做成係點嘅？觀眾朋友，我哋而家嚟參觀呢個係88平嘅3+1房，即係相當於4房嘅單位。咁而呢個88方咧，佢個實用面積咧係可以去到90幾個方嘅，即係等於係110幾個%。嗱，雖然係第3代住宅但係咧佢個實用率咧係非常之高嘅。睇下佢點樣做到嘅。OK， 咁入嚟咧，首先有玄關嘅位置喺左邊呢度咧，就預留咗個凹位咧，可以做個玄關櫃嘅。咁而對住個玄關咧，首先你會到達第一間嘅房，咁而呢間房咧係唔入職嘅，係屬於一啲結構拉板去佈建成為呢個單位可以用到嘅一部分。而呢一個咧，亦都可以將佢變成一間房咁作為書房又好，又或者係客房咧，都係足夠嘅。咁大約有成6個方左右。OK， 咁入嚟咧就係一個飯廳嘅部分。飯廳嘅開間咧，呢度咧約莫都有成3.5米嘅你可以擺一個正常嘅4人餐台咁左邊咧呢個過渡嘅位置咧，亦都係足足有餘。咁連住飯廳咧就係一個 U 型嘅廚房啦。嗱，88平方嚟講，呢一個積咧其實已經係相當之大噶啦有切位啦。呢一個星盤位啦，同埋擺電飯煲嘅位置咧，爐頭位，包括呢一個位置仲係有好闊落嘅空間，亦都預留咗一個可以擺到大碼版嘅雙開門，或者係細少少嘅雙開門嘅雪櫃位嘅OK， 再過嚟咧就係一個客廳嘅部分。客廳88平方嚟講大約3.5米嘅開間，呢一個咧係一個中規中矩嘅表現，但係佢最大嘅亮點咧係喺佢呢一個咧超寬闊嘅露台。佢呢一個露台，大家可以透過呢一個進深，可以俾你大家望到呢一個咧，約莫係有成一個接近5.5米嘅一個距離即係一個咁樣嘅尺數，能夠配備一個咁大嘅露台，係非常之誇張嘅。咁同埋咧，大家見到地下有呢條線咁呢一個部分咧，都係唔入職嘅，係佢作為一個花槽咁樣去佈建，咁實際上咧都係歸翻落去呢個單位去使用相當之誇張。咁而喺我哋鏡頭嘅後邊咧，即係呢個位置咧，亦都預留咗啲可以擺到一啲組合櫃，咁愛嚟放一啲洗衣機烘乾機或者係一啲家政櫃，可以放喺呢一個位置嘅。咁呢個單位咧，佢係一個動靜分區嘅佈局咁所有嘅房咧，除咗剛才入去嗰間咧，就全部喺晒呢一邊。咁首先睇呢一個第2間房。呢間房咧係同出邊嘅露台咧係相連嘅
咁佢一個採光面相對嚟講亦都係做得比較好。空間咧就唔算話好大咁可能要拍貼嘅一個窗邊做到一個單邊落床又或者係用嚟做一個書房好，咁再過嚟咧就係一個套廁啦。咁套廁咧個空間表現咧都係冇問題嘅。一個坐廁咧，一個鑽石型嘅一個淋浴區，同埋一個洗手盆咁呢個空間表現大家可以見到冇問題嘅。好，第三間房啦，個面積咧都唔算話特別大，但係咧佢個窗台咧都係剝咗嘅咁同埋都係唔計算入去呢一個單位嘅一個建築面積咁所以咧佢呢個有大約6到7個方度咧都係可以作為一個睡房可以用到嘅，個窗亦都開得相當之大咁最後咧就係主人大肚房啦。我哋先嚟睇咗個寢區部分先寢區咧佢係用咗一個轉角形嘅一個玻璃窗，咁令到呢一間房咧佢成個採光面咧係有成270度，接近而家所謂一啲第4代住宅嘅一啲咁樣嘅設計咁佢擺位咧當然同我哋傳統嘅一個佈置咧有少少唔同啦，可能個床頭位咧係要掉翻過嚟呢一邊咁我哋嘅床頭咧就會咁樣望出去，令到我哋個景觀咧可以喺我哋起身咧就能夠可以咁樣好輕鬆就會望得到咁所以見到其實佢個面積咧係相當之寬闊嘅。咁最特別嘅咧係佢呢一個套廁同埋連帶埋呢一個露台嘅設計咁係超乎咗我哋一般對88平方呢啲面積段嘅想像咁大家可以見到呢個空間咧其實咧呢個位置都係唔入職嘅，而呢一個部分咧，跟大家去將佢咧變成一個超大嘅一個套廁，又或者變成一個衣帽間又或者係一個休閒區咁呢個咧就可以交翻俾大家咧去按照自己嘅需求咧去進行一個定義啦咁再睇下個套廁嗰部分。空間表現咧都係冇問題嘅，一個鑽石型嘅淋浴區、坐廁同埋呢一個星盆嘅位置咁呢一個咧就係88平方嘅單位啦咁而呢一個單位贈送面積咧係去到成20幾個方嘅咁喺市面上邊嚟講，我諗大部分90成幾嘅第3代住宅都做唔到一個咁高實用率嘅一個空間表現咁而總價咧講緊90多萬係啦。咁稍後咧再同大家睇一個稍微大少少嘅單位。跟住落嚟參觀呢個咧係138平方嘅4房單位而呢一個咧亦都係最近國際花城賣得非常之好嘅單位。佢呢一個雖然講話138本身已經係大積啦，但係佢呢一個單位咧贈送面積可以去到40幾個方，亦即係話佢同市面上邊咧嗰啲150幾方嘅單位咧，其實係相差無幾嘅。咁裏邊嘅空間咧，可以講得大到誇張嚟形容。咁究竟係點樣嘅咧？跟住鏡頭，我哋一齊去睇一睇。好啦，咁首先入嚟咧，喺個玄關嘅位置，喺玄關相連咧，首先就會到達一個客廁先嘅。而客廁咧，佢係採用咗一個3區分離一個設計。咁最裏邊咧就係一個淋浴區。咁同時咧，亦都設有一個窗台嘅位置嘅。再出嚟咧就係一個坐廁啦。咁最出邊咧就係一個洗手盆嘅位置。咁基本上咧係好適合而家一翻嚟就想去洗手或者係去做一個梳洗嘅一個咁樣嘅安排。咁對面咧就係會到達嘅第一間房啦。而呢間房咧係屬於一個唔入職嘅咁等於一個全贈送嘅狀態。咁所以咧，其實呢間房咧已經係有成接近10個方嘅面積咧，等於係已經係送咗入去呢個單位裏邊嘅係一個非常之誇張嘅一個咁樣嘅贈送。好，咁再入嚟咧就係佢一個大嘅客飯廳大家可以感受下呢個成個空間嘅表現，非常之寬闊。佢個開間咧係有成5米幾嘅一個138方，佢可以做到5米幾嘅開間。其實咧呢個係一啲中上嘅水準。咁我哋睇一睇呢一個飯廳嘅部分。呢一度咧，你係完全可以擺一個超大型嘅長條型嘅6人台，甚至8人台咧都係綽綽有餘因為呢個空間咧係非常之寬闊咁與此相連咧，就係廚房嘅部分。咁呢個積數咧，咁我覺得對於138方嚟講咧，呢個表現咧就相對嚟講叫做中規中矩一啲
佢一個 U 型嘅佈局啦，爐頭位、切菜位有一個大嘅明窗，呢邊咧可以一個切菜位啦，同埋放電飯煲嘅位置，有一啲擺個消毒櫃嘅位置，再出翻嚟咧，呢一個部分佢係有一個生活露台，佢一個南北通雙露台嘅設計。生活露台咧，呢度咧其實都已經係唔細嘅，比我哋一般見到嘅生活露台咧面積會大咗。咁大喺邊度咧？就喺我哋腳下企喺緊呢一個位置。咁咧佢係佈建作為一個花槽嘅，變咗咧就呢部分唔計入去嗰個建築面積裏邊，但係實質上咧使用咧係會俾翻你嘅。咁所以呢個露台咧都係會比一般我哋見到嘅生活露台咧會稍微會大啲。咁而喺呢個位置咧亦都可以做翻一個家政櫃，可以將我哋嘅一啲洗衣機呢一個乾衣機同埋我哋一啲拖把相關嘅一啲物品咧，做一個大型嘅收納櫃咧，可以收晒入去呢一個位置。咁同埋咧呢一個生活露台，中意晾衫嘅朋友咧，亦都係有一個好充足嘅位置咧，可以滿足到大家呢一個需求嘅。好，咁行翻過嚟咧，呢一個係一個接近一個小橫廳嘅咁樣嘅空間啦，非常之寬闊，大家可以感受到呢個空間。咁假若你呢一個係作為電視背景牆咧，如果我哋擺個梳化擺到呢個位置咧，其實呢個距離咧係大到有啲離譜嘅。咁所以咧，大家睇下係咪即係可以喺呢個擺個大梳化，咁而後邊咧做翻一個大型嘅書櫃，又或者係展示櫃，咁令到成個空間咧搭配起嚟嗰個氛圍感咧會更加強一啲，因為你有大把個空間可以俾你使用嚇。咁好啦，再出嚟望一望呢一個露台咧，我相信可以形容為誇張嘅一個咁樣嘅露台嘅面積。咁大家可以透過鏡頭咧，俾我哋感受一下，我哋整體嘅一個開間係有成8米嘅一個寬闊度。呢一個露台咧，我哋相信喺而家市面上邊所配備嘅一啲138方呢個面積段嚟講，亦都係可以講話絕無僅有噶啦。咁點解可以做到咁大咧？亦都係用咗呢一招嘅發展商，就將呢一個花槽嘅位置咧佈建咗。咁咧唔計入嘅面積裏邊，咁所以變相咧就呢一部分咧都係會計翻落嚟，形成一個超寬闊嘅露台。跟住呢個位置，即係講真，你擺3台麻雀咧，我相信咧仲有位嘅。咁當然如果話中意休閒區做咗少少嘅一啲咖啡茶座啊，一啲休閒嘅書台啦，呢個位置係相當之寬闊嘅。咁如果你中意大露台嘅朋友咧，呢一個單位建議你一定要對比下。好。再入嚟咧，就係佢另外啲房間嘅一個安排啦。好，首先我哋睇咗第二間房，呢一個面積咧就大約去到有7到8個方左右，同樣地都係冇一個飄台嘅。呢一個咧係可以擺到個1.5米床，3邊落床，亦都夠位擺到頂衣櫃。而呢一個位置咧，咁大家可以作為一個書台或者梳妝台嘅擺位咧，都係完全足夠嘅。呢度咧係第3間房。第3間房咧，佢個設計同剛才個唔同咧，就係佢有一個好大嘅玻璃推拉門，可以咧出到去出邊嘅露台嘅。佢呢個好處咧，就係佢變咗有一個比較靈動嘅空間。有啲朋友中意做書房嘅，咁可以將佢變成個書房嘅部分。咁佢又可以同出邊嘅露台你睇書睇得攰你可以咁行出去呼吸下清新空氣，又或者係飲杯咖啡。非常之舒服一個安排。OK， 再最後咧就係一個主人大套房啦。大家可以感受下呢個寢居嘅空間先。呢個寢居非常之大，誇張啲講，呢一個咧已經係相當於可能人哋一啲細面積嘅單位個廳咁大噶啦。佢亦都係因為將呢啲窗台嘅位置咧，咁咧係唔入職嘅，咁所以咧變咗就係話成個寢區。你除咗擺個1.8米大床、2米大床咧，完全係夠位置咧，再俾你擺啲梳化茶几或者做啲大型嘅一啲寫字台，都係完全足夠嘅。咁呢個咧都仲未算最誇張，大家再出嚟睇埋呢個套廁所連接嘅呢個空間，大家可以想象到嘛？呢一個咧亦都係作為一個非常之大嘅賣點。呢一個你可以作為一個休閒區，又或者係做一個超大嘅套廁，又或者做一個大型嘅衣帽間，咁可以將你非常之多嘅靚衫擺埋落去。
咁如果你唔中意嘅，你作為一個休閒區，你擺張茶几、擺張 sofa 喺度，對住出邊咁靚嘅窗景，都係非常之舒服嘅。而陶瓷嘅部分咧，大家都可以睇下呢一個空間嚇。佢雖然冇擺到浴缸，但係個位置咧係絕對夠你擺一個標準嘅浴缸嘅嚇。咁再過嚟中間就係一個星盤啦。呢度咧佢係一個單星盤，但係實質上個位置係夠做雙星盤嘅。而呢邊咧就做咗個企缸同埋一個坐廁嚇。咁成個空間咧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寬闊，作為138方嚟講咧已經係綽綽有餘嘅。係啦，咁呢一個138方咧，佢個單價即係總價啦，講緊總價啦，咁都係講緊140萬左右啊，就已經有交易啦啊。咁啊呢一個預算唔知符唔符合大家即係對一啲大單位嘅一啲需求咧嚇。咁我哋稍後再同大家簡單做個總結。各位觀眾，咁啊我哋一路漫步國際花城嘅園林啦。一路咧同大家簡單去做個總結，咁亦都借呢個機會咧，俾大家再感受下佢整一個湖居嘅園林嘅設計究竟係點樣嘅。咁好啦，講翻剛才所講嗰幾個單位啦。咁首先第一個88平方嘅3房2廳2廁。咁如果市面上邊嚟講咧，即係佢呢一種第3代嘅產品，佢實用率咧可以去到超過100%，咁已經係贏盡而家市面上邊咧90成幾嘅一個第3代嘅一個住宅噶啦。咁你話講到第4代嚟講咧，佢當然係有少許嘅差距，但係個差距已經唔係特別大嚇，因為佢好多嘅面積亦都透過花槽呢個方式係俾翻入去呢個單位，係所以你獲得個面積咧係非常非常之高。咁而佢本身80零平方嗰啲3房單位咧，喺佢呢一個屋苑嚟講，亦都係斷貨王嚟嘅。咁我哋過往好多觀眾朋友咧都喺度等緊佢呢啲細則，但係冇辦法一推出嚟好快就賣晒。咁而喺呢一個年尾。呢段時間咧，咁發展商咧係會再推出咗呢個6棟88平方一啲3房單位。咁而家剩低嘅貨咧都唔係好多嘅。咁如果你想話喺100萬樓下，咁想買一啲咁樣嘅高實用率嘅一啲單位，又中意一個咁清幽、咁好嘅環境嘅一個屋苑，咁咧可以盡快聯絡我哋，咁啊抽時間上嚟睇一睇嘅。咁另外138嗰個咧，如果你中意大積唔介意筆值咧，可以鬆動少少，講緊去到140零萬左右，即係呢個價位嚟講咧，呢一個138方，我諗可能喺市面上邊都係90成嘅一啲第3代住宅咧，都俾唔到個空間感俾你嘅。咁而且佢個超大露台，尤其中意大露台啲朋友如果中意呢個積嘅，盡快同我聯絡下，好嘛？咁啊，今日節目咧簡單分享到呢一度，中意短片記得要訂我哋頻道，同埋分享俾有需要嘅朋友。我哋下一集再見。